爱我们的上主，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聚集我们所有人到你的面前来。当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认识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从你的话语感受到丰丰满满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困境，继续带领我们的每一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节是路加福音2章40节到52节。路加福音2章40节到52节。在分享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开我的 PPT 吗？好，我们在大专中心的宣教的方式，就是我们其实有5个大的方向。那这5个大的方向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用手指去比的话，就是从大拇指到小指，就是第一个是健康，第2个是金钱，第3个是知识，第4个是关系，第5个是信仰，所以这5个就是在一起。但这5个东西并不是说就是我们照顺序去分它，而是说这5个它有同样的特质。这同样的特质就是我把它调到台语的，因为后面是台语的。对不起，后面是华语的。就是这5个特质呢，就是健康，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什么叫做身体是自由的？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就是在你妥善的照顾之下，它可以自由的享受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你知道那个妥善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有多困难其实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是大概在就是30岁的时候去念神学院。那34岁的时候就是受派到台南大专中心。那我现在快40岁就是有一天早上，就是我老婆就是拿了那个一个就是我们很平常的一个罐头就是早餐的罐头，她请我打开这样。我想说就是打开一个罐头有什么困难就是身为我们家里面应该算力气比较大的人就是打开一个罐头，就她拿给我之后，那个罐头我打开好几次它就是一个巧克力的果酱这样，我开不了。我怎么都打不开它，但是碍于男人的面子我又不敢大声嚷嚷就是我跟老婆说等一下，我先活动一下筋骨就是让自己的手干一点这样，还是打不开我在那边打半天这样。后来就是终于把它打开了。我一打开之后，我其实很害怕。为什么我很害怕？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就是失去力量的可怕就是其实我本来认为我自己还蛮有力气的当然我是先埋怨说他们的罐头也做得太紧了当然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很明白，其实是我失去了一些力量那我上网去查，还有就是读一些书我发现其实我们在30岁、35岁之后，就是你身体的肌肉会一直流失它会开始流失。那在流失的过程就是你只要不好好的注意你的健康、你的饮食和你的运动那个运动也不是跑步啦、散步，不是这个运动你要练习你的肌肉群就是你要把你的肌肉练起来。为什么要练肌肉群？因为肌肉支撑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如果失去了这些肌肉的力量的话，你身体会慢慢的萎缩所以就是我打不开那个罐头，我的身体在告诉我你慢慢你的身体失去了一些力量，肌肉开始消失了我非常的害怕那我就想起就是我以前在那个就是我是念台南师院，我那时候还没改制。那有一次我们在上那个执行研究的课程的时候，老师有告诉我们就是怎么画那个家庭树。在画家庭树的时候，其实那个家庭树很简单，就是你就把你的就是祖先他们的名字都写上去，然后他们的年龄，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彼此间的关系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老师就话锋一转，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家族的人大家都生什么病比较多？”然后我就说就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病然后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你的年龄跟你的祖先他们的年龄有关。”我心里面就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的爷爷我的爷爷的爸爸，就是我的曾祖父，还有我的曾祖父，他们都很早就过世了。所以那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你平均一下他们的年纪就是你可能的年龄这样。我说老师等一下，我的曾祖父27岁就过世了然后我的曾祖父46岁就过世了，他们都好早就过世，这样平均下来我不划算呢我说我不划算，他说那看你的爸爸这样。我还蛮感谢我的爸爸。为什么我说我很感谢我爸爸？我的爸爸跟他的爸爸的健康习惯不同。我的爷爷他抽烟喝酒都来，我的爸爸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是我爸爸还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伯。我的爷爷他是肝病过世，然后我的大伯就是我爸爸的哥哥，他也是肝病过世。所以由此可证，
我们家族就是肝其实很脆弱所以我看人家在喝酒我就是跟他们说啊，就是你们喝就好，我没有能力喝。但是呢，我的奶奶肾脏病过世，就是糖尿病过世，然后我的爸爸的大姐也是糖尿病，然后我妈妈那边也大部分是糖尿病。我们画那个家族树一画出来之后，其实你会很害怕，你会怕什么？你会知道，其实你的结局跟他们很像，因为他们的身体的结构遗传给你现在这个身体，你如果不懂得照顾它，就跟他们一样。我所谓跟他们一样，不是说在责备他们，而是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质就是人的身体本来就是泥土做的，但是有些人的身体，像我的身体，我就必须要很注意我的肝。还有我的就是血糖因为我妈妈那边和我爸爸那边都是血糖都有问题就是只要吃太多就是那个就是糖分或者说对血糖不控制的话，他们就是很早就会身体出状况。身体的健康在大专宣教的第一个向度里面我们叫它身体自由。什么叫做身体自由？就是你要懂得照顾你的身体。你如果不会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上帝创造的你。你的身体跟你两个观念连在一起，你的身体跟你的自我形象两个观念连在一起，这两个身体没有办法分开。所以你怎么认识上帝的这个你，跟你怎么照顾你的这个身体是相关的。所以其实会照顾身体的大专学生你要说他如果是一个有信仰的大专学生，他就必须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就像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一样。你说你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那上帝赐给你的身体，你会不会照顾他？我就不太会因为我连罐头都打不开所以后来我就是跟我太太买弹力带很便宜100多块，我们两个在那边练习弹力带去拉弹力带，不拉还好一拉才发现自己很没有力量。我们现在这样拉已经拉了，就是各种拉法已经拉了快1年了其实真的有差呢。现在罐头来几个我都打得开就是跟我老婆说，就是来几个我都没问题这样。饮食的控制还有运动的控制，你开始懂得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你懂得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你就可以明白上帝创造了这个你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让你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而已，而是让你知道你的身体很有限。你轻忽对待它，你就会很快就面对就是你身体的有限。第二个叫做金钱，金钱叫做财务自由现在我们大专同工在上就是冠冕的课程。其实财务自由的观念很简单，不是你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这个不叫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叫做你知道你要买什么，跟你有能力不要买什么，你就可以不去买什么。iPhone 现在要出第9了还是第9已经出来了。iPhone 现在一直要更新新的手机，你的手机如果还能用，你就不要一直想要换新的手机，除非你的手机造成你很大的困扰，那个叫做撑着用撑着用不要用。但是如果你的手机还能用，你就不需要你想要的东西。你需要你需要的东西，你不需要你想要的东西这个观念叫做财务自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上帝创造的人，你认识上帝，你追寻上帝，你对金钱的管理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清楚就在于就是你很清楚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你不用贪心，因为你贪也没有办法贪这个是第二个向度，叫做金钱。其实在金钱的自由上面，就是我自己在带大专团契有很深的感触。这种感触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大专团契带他们就是去原住民部落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发现一个问题，金钱跟土地一样，他们都没有办法继承。什么叫没办法继承？我的爸爸如果留一块土地给我我会怎么做？我如果需要钱，我当然把土地变成钱比较方便了。所以金钱你说可以继承，对，你可以给对方，但是他不会继承你使用土地的观念。你可以给一笔钱给你的小孩，但是你的小孩不会继承你对钱使用的观念，所以那个叫做金钱没有办法继承。我们在我在上礼拜就是在我们家我的车子上面里面有发现一台小汽车，就很小台。那我找到它，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我有2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5岁，我跟他们说就是你们这台车是谁的然后哥哥就抢走那辆车其实他们2兄弟，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力气让他们学会和平共处因为其实和平共处很难如果大家有兄弟姐妹，跟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一样就是或者说你的孩子和平共处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很认真在教他们和平共处，但是只要出现了资源分配不均，例如像车子只有一台，谁就会先抢先赢，这样哥哥就抢走，弟弟就哀嚎说：“黑是我的车。”他是讲我们讲台语，他说：“黑是我的车，那是我的车子。”然后我就问哥哥说：“那个到底是谁的车子？”他说：“我先抢到的。”然后我只好把车子拿回来。我说：“你们两个讨论一下，不然有一天如果我过世了这台车子就是你们造成纷争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我们在大专中心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教导上面，我们常常用绘本去教导他们。有一次读到一本绘本叫做那个就是《欢的礼物》，他还讲说就是人都会过世嘛，人都会死。那过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动物它要过世了，它过世之前，它把它的财产都分好，然后跟他的朋友道别，然后就是结束这个绘本这样。我的儿子看完这个绘本就很认真的问我说：“爸爸，你当时也死啊？你什么时候会死啊？”我跟他说：“我不知道呢，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他说：“你哪死也刚搞讲了，你要死之前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说：“我一定会告诉你，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然后接下来他就问他真正想问的问题你哪死列车是要安怎啦？你的车要怎么办？你如果死掉之后，你的车子该怎么办？我说这个不用你担心啦。然后弟弟又继续问说：“爸爸，你的电脑要安怎？你的电脑要怎么办？”开始帮我分财产了我跟他们说就是你爸爸你妈妈都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而且其实棺材里面装的是死人，不是老人，所以我不一定比你早死你要知道，我当然不是要诅咒我们的小孩，我是要让他知道人的界限就是这样。我们当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很坦诚的告诉我们的孩子，有限性是什么？你就是这么的有限，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面对死亡？不晓得，是随时都要面对死亡。可是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希望留一个东西给你就是你跟你的弟弟的感情你跟你哥哥的感情。你们两个如果感情好，我们过世了就不用担心。哥哥就说：“我跟我弟弟感情都超好的我说：“骗人你们刚刚才吵架而已怎么会感情好这样？”当然哥哥就会说，就是他虽然跟弟弟吵架，但是他也是很爱弟弟啦然后弟弟就不认同，说没有，哥哥都对他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样子，我们怎么舍得过世当然，其实这一种就是对金钱的观念就是对财务自由的观念，我们重点是放在他们很清楚金钱怎么使用来面对上帝。所以第一个是健康，你要怎么照顾你的身体来面对上帝；第二个是金钱，你要怎么使用就是上帝给你的资源来面对上帝；第三个是知识，就是学习和行动的知识这个其实在大专中心就是对大专的学员非常的关键，他们所学习到的知识都要面对上帝。不是乱学一通，然后就是破坏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或者说人跟世界的关系。第四个叫做关系就是人跟人的情感，不害怕情绪勒索，也不接受，也不会情绪勒索别人。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汽车就是哥哥抢了之后然后弟弟就把它拿走因为哥哥就是想要就是跟弟弟在那边争夺因为我跟我老婆在看这样，他就任凭那个弟弟把车子拿走，他就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跟你玩。这句话很重为什么它很重？因为弟弟的天就是哥哥，弟弟他唯一可以玩的对象就只有哥哥有一次我们家就是老二就弟弟，他跟我妈妈玩，我老婆啦，他妈妈，他说你可不可以生一个姐姐给我生姐姐要怎么生不可能生姐姐嘛，怎么生都不会是姐姐嘛因为弟弟觉得就是他只有哥哥哥哥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就很痛苦，这个叫做情绪勒索。什么叫情绪勒索？你不怎样我就怎样，你怎样我就不怎样这个叫情绪勒索。情绪勒索其实在我们关系的建立上面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好的基础，它也会成为就是人破坏人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杀伤力。所以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的手足是上帝的孩子。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他让我讨厌的那个部分，而是他里面上帝的形象。其实这是彼此相爱的很重要的神学基础所以第四个就是他的关系，他的情感的自由这是第四种自由。他不害怕别人对他的情绪勒索，他也不会去勒索别人也不会情绪勒索别人。最后一个叫做信仰第五个向度叫做就是身份的自由。什么叫做身份的自由？
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清楚这件事的意思是什么？清楚这件事的意思是，你在这个世上，你所遵守最高的权威不是牧师，你所遵守最高的权威不是长老，不是任何一个在我们当中信仰的教导者，是上帝。当你清楚这个身份的时候，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父母教导你的小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认识上帝，不是让他怕你呀。我有一次我的情绪就是在这两个小孩就是很烦躁的时候，就是我就很生气，骂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就是请他们安静这样，他们就真的安静了。然后我就觉得对他们很不好意思，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讲话？就过一段时间跟他们讲话，他就说因为你会生气啊，你会生气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讲话。我说我不是。我要你们我要你们不要吵不是因为要你们就是害怕我就是安静，是你们打扰到我和就是我老婆就是打扰到你的父母了。他就说，可是我们就在这个空间啊。我大儿子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是用台语讲的，你不要都跟我喝下到底我当然嘛不知道要怎么跟你喝下到底这句话蛮厉害的他说你不知道怎么跟我好好相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好好相处了。我跟他说我刚才是跟他道歉，我跟他说对不起，我比较愤怒，但是就是我们不是要故意让你害怕，而是要告诉你，我们要学会在很小的空间相处，就是首先就是要尊重彼此，你不要一直因为他们那时候在玩玩具，然后玩具玩来就乱丢，而且他们丢人都很痛都会丢到我们。我们跟他说就是该怎么做后来我们就一起讨论。其实这种信仰的身份自由，意思就是说，我的孩子他们很早就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小孩。所以他们不会害怕别人对他的控制，当然那种控制他会想一下，你是对我好，你是要跟我讨论，就是要帮助我，然后他就跟你对话。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小孩很难相处我所谓很难相处，意思就是说，我爸爸就是他们的爷爷，常常跟他们讨论那个遥控器要转哪一台，他们要看卡通台，然后爸爸就是我的爸爸要看韩剧因为他们两个要看的东西不一样。后来爷爷跟孙子他们竟然讨论出了轮流看，谁看到广告谁就先转台其实这一个看法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办法看完就是你看到精彩刺激的时候广告，然后突然就要转到卡通台，然后卡通台广告的时候你要转回去，都没有办法看完。可是他们两边的相处还蛮融洽的这种融洽其实跟电视无关，跟他们彼此间的感情有关，跟孩子跟他的孙子面对他的爷爷或是他的爸爸的那一种对等的身份的感情有关。我在上一堂分享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基督教的教育方向其实很清楚，他清楚的方向就是当你有了孩子，你生了孩子之后，你要养他，可是养不是一辈子养他，他3岁你养他，他30岁你不可能再继续养他，所以接下来你要教导他。但是教导不是教一辈子他今天30岁50岁你还在教导，其实不是，因为最终是第4点，叫做陪伴。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成为我们的陪伴，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也成为我们孩子的朋友的时候，这个叫做关系身份的自由。这个孩子他是上帝的小孩，我身为他的父母，我只有一个功能，帮助他认识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路加福音2章40节到52节。第一节他说40节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光是这一句话，他就满足了第一个健康，有没有？他的身体就是渐渐长大，强健起来。长大不只是长大而已还很健康。这个身体的健康，我们当然不知道耶稣怎么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告诉我们的小孩以及我们自己，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要好好对待你的身体你该运动就是运动，你该选择食物不能够摄取太多的糖分不能摄取太多的淀粉你就要去遵守这一个原则这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起来，智慧充满那个就是知识跟信仰的那个健康然后最后是上帝的恩典跟他同在。所以光是40节这一句话，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41节他说，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
我刚刚有讲到这5个就是向度哦，健康、金钱、知识、关系和信仰。其实这5个向度啊，它有同样一个基础：健康、金钱、知识、关系跟信仰这5个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继承，你没有办法把它直接传承给你的小孩。我们会说健康没有办法嘛？对，没有办法，因为你怎么照顾你的身体，你的孩子怎么照顾你的身体，它是2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告诉你的小孩，你要常常去运动，请问他会听你的话吗？不一定哦，他不一定会听你的话。他要怎么照顾他的身体是他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我们在还能够教导他的时候，例如像生养教，我还有办法教导他的时候，我就要帮助他知道他的身体是脆弱的。好，所以这5个向度啊，他第一个基础是他没有办法继承，你必须很早就开始去教导他。然后再来就是这5个向度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你都必须以面对上帝或是面对死亡的思考来看待它。什么叫做面对死亡的思考？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让你的身体健康？因为你要知道你的身体非常的脆弱。你为什么要就是好好珍惜就是上帝给你的资源？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有一天当你死亡的时候，你要面对它。知识、关系和信仰也一样。所以第一个是他没有办法继承，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面对上帝的那个状态来看待这5个向度。所以当41跟42的时候，他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我们知道耶稣的父母他们非常遵守宗教的节期，所以他们每一年在逾越节，他们就会带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但问题是，这个是仪式这个是在那个信仰的那个继承里面耶稣的父母他们也许在他们的就是礼仪仪式上面都非常的遵守，但是他的小孩耶稣，难道他的父母这样做，他的小孩就会直接这样吗？不一定。为什么我会说不一定？因为我们看经文，在第43节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1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找他，既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耶稣他并没有跟父母回去，因为其实在遵守这个礼仪的过程结束之后，他们应该要整个家族、整个族群的人一起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原本的地方。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他12岁的这一年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跟他的父母回家。其实小孩子弄丢，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但这个经验是很不好的经验我们的心会非常的着急，就像好像你的心就是掉了某个东西回不来的感觉，那一种感觉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刚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必须要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的父母他们要走1天的路过了1天之后才发现耶稣不在他们身边？其实这跟犹太人的文化有关。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是在他们朝圣的队伍里面，妇女和小孩会走在这个队伍的前方，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那走得比较快的成年男人，他们必须要走在后面。可是问题是耶稣他12岁，他满12岁了。犹太人的成年礼不是12岁男生是13岁，女生是12岁。所以耶稣他在满12岁的这个成年礼之后，请问他应该要走前面还是后面？其实这是一个模糊的地带。这个模糊的地带对犹太人来说，你满12岁的节期结束之后，你要走前面，你要走后面都可以，你自己决定。可是我们的青少年，其实这一段真的跟青少年的关联很近。我们的青少年其实也在这个模糊的地带。你说他是大人，但问题是他就是大学生或者说他就是高中生。如果我们说12岁以上，12岁以上大概是国中、高中了嘛国高中生请问国高中生我们会认为他是大人吗？我们甚至不让他去投票对不对？他要20岁才能够投票那20岁，请问他是大人吗？有一次大专的学生我前几年的事情，有一个大专学生很生气，来跟我说：“明翰哥，我不要再回家了。”他说他不要再，他们家住在别的县市，他说他不要回家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跟我的妈妈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妈妈说要跟我断绝关系。我说这么严重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交个男朋友我要断绝关系？然后那个学生就说因为他妈妈跟他说，等到他念大学的时候就可以交男朋友了。
所以她就一直等到大学，然后她想要交男朋友的时候，她妈妈跟她说，等你念研究所。她就说不是说大学吗？然后妈妈就说你现在交往你以后研究所我就不帮你付学费所以你要念研究所我才要就是让你交往这样。就她念研究所了，她已经念到博士班了她博士班1年级了。她说我已经念到博士班1年级了。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交往男朋友，然后她的妈妈说你还没毕业怎么可以交往？她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成年呢？我说照你妈妈的标准我觉得应该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们在父母的眼前一直都是小孩，我们是什么时候变大人的？我要老实跟大家讲，好像没有这一天因为我自己在我的妈妈面前，我也还是很像小孩当然就是我会常跟我妈说就是哎呦，我已经那么大了，你就不要再管我这么多事情。但是我妈妈跟我说她会忘记我长大了，因为她会觉得就是我还是她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孩，不会照顾自己这样。我说出于爱的话你们可以对话，但是如果是出于控制的话，你就比较辛苦了。因为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许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子被控制起来的。我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你必须花上时间跟空间的成本，就是回去陪伴你妈妈，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她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就是生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你的缘故可能是她背后有很庞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思考上面到底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变成成人？有一个关键就是父母要先变成成人。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成人？犹太人的思考是你成年礼了，你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但问题是12岁之后他是成年还是没有成年？哇，就是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也是我们目前年轻人青少年甚至大专的学生他们所处的模糊地带。有时候真的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个模糊地带你和我都曾经经历过。有时候我们就是将心比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话的东西会非常丰富，因为我们要成为彼此的朋友。这个朋友就算我面对我小孩都一样要这样去想，因为连上帝都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当他这样讲，他说就是走一天的路程就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爸爸约瑟可能以为耶稣走在前面，跟他12年来都一样，跟他妈妈走在一起。那耶稣的妈妈可能以为就是耶稣已经接下来要进入第13年了，所以他可能跟他爸爸走在一起，走了一天都没有发现耶稣在哪里。如果你走一天发现你的小孩不在你的身边，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把他找回来？至少要1天。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走1天了，你如果要沿路走回去，你用跑的也可能至少要跑1天，因为你要沿路找所以耶稣他到底走失了几天？我们看路程就是2天了。可是我们看经文第46节，他说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表示耶稣的父母他们走了1天没有看到耶稣，可能至少要花1天的时间回去找耶稣，这样就2天了。他们在耶路撒冷找几天？3天，所以总共几天？至少5天。一个12岁的小孩在耶路撒冷走失5天，又尤其那是宗教的节期。什么叫宗教的节期？我自己本身是屏东人我在东港长大。东港是一个非常多庙的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祭典叫做王船祭。王船祭很可怕我所谓可怕不是那种就是仪式的可怕，是人很多，很可怕。为什么人很多就很可怕？因为如果你的身体不够大你的身体不是成人的时候，一下子涌入几万人的一个小镇它其实是随时会发生，对孩子来说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的。更何况耶稣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至少5天。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耶稣的父母，我进耶路撒冷我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到处去找，因为我很怕我的小孩会出事他在这个宗教节期的这个圣地他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他们如果要开始找，如果今天我是耶稣的父母，我去找，我大概不会先从圣殿开始找。为什么？因为那是我认为他最不可能会出现的地方。他最可能先出现在哪里？有地方吃的，有吃的地方或者说就是有跟他同样年龄的地方的那些小孩的地方我会先从这些地方开始找。所以耶稣的父母他们花了3天之后，就去找圣殿里面的耶稣。其实那大概已经是
他们认为耶稣找不到了，所以才会去圣殿里面找，就没有想到，他们进入圣殿之后，竟然看到耶稣在教师的中间，就是他坐在教师的中间，然后这些老师围绕着他，他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耶稣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其实耶稣的父母，如果我们花一点想象力去想象这段经文，如果你是他的父母的话，你会先怎样？愤怒还是先高兴？可能都有啦，我又愤怒又开心这样。可是你第三个情绪也要出来，就是奇怪。为什么会奇怪？怎么会一堆老师围绕着耶稣？他是做错什么事情？就是所有老师必须要围绕着他。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靠近一点去听，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很惊奇耶稣的回答，耶稣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所以第46节和47节，它是很重要的经文，它是基督教信仰方向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一面听和一面问，这是非常关键的经文，因为我们的小孩，华人文化的孩子，甚至是学生，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小孩，就是囡仔人有耳无嘴，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意思是什么？你就是听就好了，你不要问，因为你问，就是一种越矩的我对你的教导，这个是华人文化的一种就是习惯，但是你看经文怎么写？他说，耶稣在那些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重点放在问。为什么说重点放在问？因为他听完了之后怎样？他要继续追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就是他的理解能力。他很清楚那些教师对他的教导的内容，他很清楚理解。但是更厉害的是他的应对。应对是什么意思？解释。应对就是解释。他们非常佩服耶稣的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耶稣自己的问题，继续问。一面听一面问，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我们在大专中心，其实我们在教导这些大专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很认真在教导这些学生明白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要怎么明白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他必须有办法解释他的问题。我刚刚讲那个例子，那个学生，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跟你妈妈就是有这么大的冲突？”他第一件事情是先掉眼泪。你当然要等他哭完了，然后哭完之后，就是来你讲讲看发生什么事，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骂他妈妈，他就说我就是讨厌他，他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约束我。我说我知道你讨厌他，你要不要讲看看到底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想了很久，因为解释自己的问题很难，解释自己的问题很难。为什么解释自己的问题很难？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你首先要知道你心里面受的伤是什么。你不是对对方的咒骂就解释你的问题了，不是哦。你必须要理解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而且就是透过语言，因为语言很有限啊。我们在了解语言的过程，我们会知道，就是语言的有限是你必须要尽全力去付出，所以你要很认真的练习讲。不管是小孩或是学生或是大专的学生，你都要很认真的练习讲。所以我说这段我们会说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他说耶稣坐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他很能够解释自己的问题。我们刚刚讲的那5个向度啊，健康、金钱、知识、关系跟信仰，其实这5大方向它有一个很深的关键是，你怎么理解你在这5个方向所遇到的问题。你要了解你的问题，你会解释你的问题，你才会找到问题的解法。它是跟你自己有关，而不是别人告诉你。因为所有别人告诉你的，他都不会成功，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理解。所以第46跟47非常的关键就是他们非常稀奇耶稣他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48跟49他这样说，他说他的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原文翻译是那个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看就是希腊文的话，我们发现耶稣其实用他妈妈的话回应他。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你怎么可以用父母对你的问句来回答父母呢？
他的妈妈怎么问他？他说：“你明明知道应该要挂心你的父母，但是耶稣说，你明明知道我要挂心我的父母。”这两句句型很像。为什么他的句型很像？是一种就是对抗哦，因为耶稣对玛利亚的询问，他就用问题去回答问题。他对玛利亚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应该要发生，为什么耶稣会对玛利亚说：你明明知道这些事情应该要发生？因为第50节，他说：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的父母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然后就是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其实这一句，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他不是第一次出现。他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章的29节，加百列对玛利亚预言耶稣的出生。第二次出现是在第2章的19节，牧羊人对玛利亚说他们在天上看到了异象，玛利亚都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思考。所以玛利亚对耶稣问说：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要发生，就是你要挂虑的，你要担心的是你爸妈的事情啊。耶稣对玛利亚说：你明明就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要发生，牧羊人告诉你了，天使也告诉你了。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要发生，就是我应该要挂虑的是我的父。其实这句话对所有的基督徒父母来说，是一件非常杀伤力很大的话，因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当这句话出现在就是圣经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经文有很强的想象力。我们发现耶稣真的非常的不礼貌。他为什么非常的不礼貌？因为他用玛利亚的话来回应玛利亚，他要玛利亚把这些话都放在心里反复思考。所以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路加这个作者才有这个资料来写。最后他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照顾一个小孩，我们在教会里面照顾一个基督化教育的一个学生，他非常的不简单。他不简单的地方就是，基督教教育跟这个世界的教育都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教育，他也许会教你一些知识，也许会教你一些就是健康的常识，也许会教你就是要顺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一个权柄，国家的某一个权柄。可是基督教教育要告诉你的是，你真正权柄的来源来自于上帝。你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基督徒父母，你面对你的小孩，面对你的学生，你都要帮助他们来认识上帝，不是你。所以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其实是既痛苦又能够让人得到解释的一句话。我们的孩子，他们到最后应该是成为上帝的孩子，成为我们的陪伴。他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你的陪伴，就在于他成熟。你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他的陪伴，就在于你的成熟。当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时候，上帝的孩子会谦卑自己，上帝的孩子会约束自己，上帝的孩子会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很有限的人。智慧和年岁会跟着增加，原因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有限，他也能够借着上帝的力量来找到那个超越的力量，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就是爱的本身，所以他让我们的孩子，他让我们的教会的我们的学生，我们所教导这些学生，成为我们彼此的陪伴，这是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爱我们的主，当我们每一次领受你的话，当我们每一次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丰丰富富的力量在当中呈现。这些力量导正我们对信仰之路的追寻，导正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态度，对我们的学生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要放纵我们的孩子，并不是要放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而是要让他们走向信仰之路，得到自由。这种自由，就正如你用你的话来解放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一样。当我们也成为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所教导的每一个学生，我们所教导的每一个孩子，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跟我们一起来追寻基督教信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应当得到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身体健康的自由，不仅是金钱使用的自由、关系的自由、知识的自由，或是信仰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你创造人在这当中能够彼此陪伴、彼此相爱的自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享受这美好的时间。这美好的时间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很短暂的时间。也许我们的年龄到70岁，也许到80，但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愿意成为彼此的陪伴，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继续看过我们富强教会以及大专中心的这个宣教的方向跟思考，继续带领我们的每一步。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